今仔日是伊的生日，毋过我一直想讲，敢有应该爱来甲伊讲生日快乐？啊，人拢已经无伫个，想要讲啥物生日快乐？老陈是伊之前捌甲我讲过，伊人生的规划，逐项拢甲你有关系。敢是？是啊。老陈是伫你心肝内是安怎一个人啊？阮翁其实无算是一个介乐观的人，啊，毋过伊对未来一直拢有梦，伊希望有一天会使找一个地，伫啊遐做田，甲我做伙换家，过一个简单的生活。我希望伫另外一个所在，伊会使莫遮尔辛苦，莫遮尔忝，好好休困，剩下就交互我。这款感觉，我知。